将我们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将你在你身边如果你是在观看直播的现场的你，也欢迎你将你的电视将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的内容东西都把它先做关闭哈，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邀请你，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主导文，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愿我们每一个敬畏他的人，尊他的名为圣洁，尊他的名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更期待，让我们每个时刻都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向我们的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成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活祭，愿我们的赞美能够直到永远，我们都能够称谢主你的丰盛与完美。主啊，在我们生命，我们有欠缺，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因为主，我们要得着丰盛。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
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国度权柄在你的所赏赐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直到永远远远都是你的。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愿主你也能够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就像主祷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的生命一生荣耀神，尊你的名为圣。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我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神，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赏赐丰盛的主。如果你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也请你不用特别准备来奉献。我们期待是你在预备当中能够预备好你自己，也邀请你能够找你就近的教会，找你就近能够将你的金钱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作为教会的所用。我相信都是神国度上面需要的用途。无论你认不认识那一间教会，你愿意的话，能够将这份祝福带到就近的教会，神也要祝福你。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要来做报告。
在我们大桥教会有几项事情能够邀请各位能够一起来关心。在我们的每周日早上，在我们会后我们会有1个小时的门徒训练课程。那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我们依然有请去年2023年刚加入大桥教会的刚落户的弟兄姐妹朋友，还有你刚到教会也刚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都欢迎你能够一起来参加门徒训练课程。门徒训练课程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委身侍奉，还有在我们未来有机会能够决志受洗的时候，是需要做的一个过程需要做的训练工作。那也期盼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在鼓励每一位信徒我们有这个培养读经的习惯我们都有做这个圣经的填空题。那我们在2月3号我们就完成缴交所以1月2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之前，邀请各位，如果你还有空缺的，也期待你能够把它补齐。我们在2月3号会颁发小礼物也期盼能够，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份小礼物，那你也希望考验你对这个圣经的了解我们都有范围，那也有这个填空题，也期待你能够一起来参与好，下一个，我们在2月25号，我们在召开定期会员合会，也邀请每一位在座的小组同工，还有牧区的同工，也邀请你将该缴交的资料都能够照着这个周报里面所写的能够将它资料能够补齐。那我们在会员合会当中也比较顺利来进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也是我们主导文的系列第二个系列我们要如何更多的来了解遵行上帝的心意的教会。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在上次2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主的祈祷文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相信我们每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学习到3个重点。然后上次牧师跟大家提到3个重点，就是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嘛。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口在祷告你心里面不要好像魂游向外好像已经在做梦一样就睡着了。所以牧师特别讲到说，如果你明明在你这没有办法进入当中，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你宁可不要说主啊主啊，好像只是在念口头禅一样我觉得你宁可怎么样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时候我真的很疲累。主啊，求你再次让我苏醒我的灵。通常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就很疲累状况我会说，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听我们的祷告。主啊，然后睡着了，然后几秒钟又醒过来，又继续祷告。我觉得这样的祷告不见得神会喜悦，因为我觉得那个心那个状态不是很 OK。所以一般为什么我牧师会特别强调说，不要妄称上帝的名，不是我们是一种形式上的祷告。我觉得祷告是你必要知道你现在的状态需要什么，而且你现在状态 O 不 OK， 有没有安静心，而且很渴慕神。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般的那一种，好像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好像直接就讲，而是你的状态是 OK 的。所以不要妄称上帝的名的意思就是说，你口里在祷告，可是你的心却魂游向外的，这是不 OK 的，这是妄称上帝的名的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利用上帝的名。所以我们谈到行为跟求告神的心必须要一致了，自然就不是利用上帝的名。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些人他们是说，主啊，我都跟你求了，可是好像你并没有应验我的祷告没有应许我的祷告。我考试怎么考都考得很烂。牧师，我以前考试都考得很烂，真的。我每次都祷告，可是呢，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目的在求的，我好像在利用神的。我不知道神有什么心意，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至少我有努力认真。就是至少我笔记做得很好，而且至少我跟我的朋友关系做得很好。每次我同学都会来问我，委员这个是怎么做啊？这个老师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们看我很认真，可是我考试怎么考都考不好，很奇怪。所以我以前也时常在了解，到底我有没有在利用这个信仰背后的那位上帝？这一点这个很重要。第3件事情，我们不可以亵渎上帝的名。什么是亵渎神？就是我们指着律法夸口，我们却自己好像又在犯罪。
所以牧师有教导各位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知道什么是律法，可是我们却又偏偏去行那个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么我们就是亵渎上帝的名。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了解。如果你想要再更多了解牧师讲的这3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的直播啦，直播影片我们可以再回去再看。今天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生命课题，叫做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第10节，第6章第10节，遵行上帝的心意的教会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是你的国？上帝的国有没有降临？这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降临会怎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来了解你的国是什么？你的国代表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能不能像天上一样，完全的实现在地上那种环境啊？对吗？这样比较有那种想象空间了吧？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是什么？我请问各位，现在你新闻媒体打开，你觉得那些战争、谩骂、批评，你觉得那是上帝的国吗？我觉得那不是哦。你会看起来好像这个政治人物，他好像很有能力，他好像可以干什么，可以呼风唤雨，很像很有权力。可是他就是上帝的国吗？其实都不是。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如何像在天上一样，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完全的实行在地面上的环境，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所以牧师时常在想，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做的侍奉工作，我们有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心意来建造教会？这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一直常常在祷告。我每做一个侍奉，我每做一项推行一项事工，我都在想，上帝的心意有没有让这些弟兄姐妹朋友感受到平安？有没有感受到生命的祝福？有没有感受到生命的丰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祷告文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在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国，天国与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执行的时候，有没有让上帝得着荣耀？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会感觉到，到底有没有荣耀神啊？还是你有没有觉得没败，叫亲呀很好很美牧师以前我在服侍的时候，特别用敬拜服侍的时候，我很喜欢，因为我知道站在台前得到别人的重视，没有我不行，然后有了我觉得很光彩。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把我的演奏的音乐声音让人感动啊？而且我会去看每当我演奏的时候，我为每一个细节大小声，我都会非常的重视，然后去感觉到我有没有勤加练习啊，我有没有好好预备好，然后让那个音乐的氛围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甚至会流眼泪啊。我都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耶稣在指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实际上耶稣的祷告，他知道上帝的国还没有在这世上显明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就是代表这些人并没有尊他的名为圣洁啊。甚至呢，愿你的国降临，代表怎么样？代表还没有嘛，对不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做这个祷告为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施洗约翰在犹太旷野宣讲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我刚刚有讲耶稣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啊！
代表什么？这个国是什么？上帝的，你的国是什么国？是天国了，对不对？对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代表天国在这边吗？有没有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有吗？应该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人还没悔改，因为人还会犯罪。你看到施洗约翰他就这样讲哦。来，下一段圣经节哈，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在加利利的祷告的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从这2段圣经节，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表明上帝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啊，对吗？理解了吗？能理解了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参与天国重要的部分的一份子。你是参与天国重要的一部分的。参与天国的什么？天国的建造。我们都在建造属上帝的国如何在地上行在天上一样，对不对？以前大桥教会会不会用这些乐器敬拜神？不会。我们那个时候的敬拜，钢琴，对不对？好，我记得哈，当时候有一个同工告诉我说，牧师，每次我们在团练的时候，那一位同工说，牧师，我练完了。我说啊，练完了，我们的鼓、我们的贝斯，我们很多方面都感觉不太合不太合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跟钢琴配好了。我说 no， 那不是合，那不是练好了。上帝的国就是和睦，上帝的国就是关系能够 match 在一块，就连音乐也必须要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哦，我们以为上帝，我们已经得着福音了，我们也有服侍神，可是我们并没有让上帝的心意真正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显明出上帝的心意来。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问，我们悔改跟随主了。好，下一那个简报笔可以的吗？连不上，你要按2次。好，来，你先跳回去。好，我给你一些时间哈。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悔改跟随主了，那么上帝的旨意就会在我们当中实现了吗？好像没有吧。好，我们看到学生来教会了，哇，好高兴！我们教会终于有年轻人了。我们看到有人来了，我们看到有人可以参与服事了，我们都很高兴。过去我曾经听过有一些长者，他说什么？牧师，我现在好高兴了，为什么？他说我老了，现在终于教会有人了，好，我可以退休了。我说哦 ，no， 你千万不要这么讲。你讲这句话哦，我心里会觉得说，上帝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召回去了，因为我们还没有退休啊。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没有在退休的，我们以为我们悔改了，我们跟随主了，上帝的旨意就在我们当中了吗？没有，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去传福音，继续去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所以我们要知道，悔改跟随主了，这是我们自己跟神信主的一个过程而已啊。但是教会里面，如果单纯只有带领人悔改认罪而已吗？如果只是这样，够吗？好像不太够，对不对？你会觉得，对耶，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有目标。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教会不只是要传悔改赦罪的真理啊，教会还必须要去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啊。所以牧师时常在曾经之前那个我们的学生曾经问牧师说：“牧师，我要怎么带领我的家人认识这个福音呢？”我一定会先讲，先从你们的行为开始，这个叫做悔改赦罪啊。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对不对？所以当你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你的家人朋友会认为说：“我这个孙子，我这个孩子好像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去教会啊？为什么他们生命不太一样啊？”会不会？会，而且他们就会乐意怎么样，跟着就来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个要继续关心你的阿嬷，带领你的阿嬷，带领你的家人。你要带什么东西？带天国的福音啊！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要一起来看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先问我们自己，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到底我的一生生来，下一页，我们的一生生来
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做些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我现在我活到这样我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在教会在做些什么了？第二个，我的人生还能做什么？还有哪些是不敢做什么？我也时常在想，我的人生还能够做什么？我不敢做些什么？这些问题都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自我形象有关系。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是比较闷、比较避俗、比较不敢、比较害羞，一般大部分你会想要可以尝试做的事情，即便你有看到，你也不太敢，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对于教会，从1994年下一页1994年创立到今，大桥教会在上帝的国度福音工作上做了哪些事我记得我刚来我们大桥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同工告诉我牧师，我们现在人比较少，因为人就因为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就走了。那后来我牧师就开始去探访，然后邀约说：“回来。”可是要回来的人，有些回来了有些不回来的人，他们就说过去怎么样，我们有多好啊，怎样啊。可是我从这些故事里头听完以后，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讲到上帝有多好，懂我意思吗？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教会如果设立从1994年到今天几年了？28年了，将近28年吧。对，好，29、28、29，好，30了，好30年，对，30年，30年我就在想，我的年龄现在44岁，我牧养我们的大桥教会快进入第7年，我在想，我在做的，教会在做的，到底在上帝的国度跟福音的工作上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要想还是你做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事工做了什么？好，第二个我们要去想，大桥教会在接下来，我们还能够为主去做什么？哪些事情是还不敢去做的？我觉得这跟什么？我们刚刚有讲人的话是形象嘛，对不对？那么这跟什么？教会的文化形象有关。我在礼拜周间的时候，我带着同工，然后将那个菜头然后摆在那里的，原本摆在门口后来牧师就讲不行，直接拿走，我们直接拿出去，直接分送去拿去给那些携手爱无限的，直接去他家里。那个行动其实我可以看到同工他的心实际上是不太敢的。我也要问各位，我们的教会的形象是什么？是关起门来的比较居多，还是愿意出去的？大部分应该是关起门来的，懂我意思吗？那么福音要出去传，会不会更难了？会。所以其实牧师一直在跟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建立教会，一定要建立在属神的心意上。神已经让我们的大桥教会从703项走到这边，实际上经历过了很多的破碎，重新打造，从建筑、从人，在观念上、想法上重新的改变，我觉得都做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教会的形象文化建立在什么？上帝的心意里面。好，所以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朋友讲你的生命要为了主的福音建造好的文化，你的生命要为主的福音建造好的文化。所以教会，你觉得探访关怀跟人建立关系重不重要？如果你刚刚听牧师讲完这些，你就会发现非常的重要。反而不是教会的事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讨论来的重要。好，我们要注意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团队，敬拜团队，有提摩太的团队，也有现在还有读经小组的团队，对不对？周五、礼拜五，还有小组牧养、生命牧养的团队。接下来今年牧师我们要建立一个叫做祷告的团队，在这个祷告团队里面，牧师会先从我们的小会开始。所以明天牧师也会跟大家分享，待会儿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有3个代祷卡，
牧师先期待各位在座的你们，先待会每一个人都去找3种，你也可以3种都写，你们要去拿来写，想一想有哪些事情你希望牧师跟小会员哦，注意哦，只有小会员跟牧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代祷卡，我们没有让长执事，只有小会员跟牧师。等到牧师做完门徒训练，有关祷告团队的门徒训练之后，我们会再重新招募一群真正委身的祷告团队的一员，他们才可以正式全部都是公开，或者是不公开，我们会做分类。那要公开与不公开做分类，都是由牧师来做分类，不用担心。所以这一点，请大家能够一起来配合。那牧师也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勇士勇者，他叫做应该说利克胡哲，也可以叫尼克胡哲他1982年出生，哇，比牧师大小3岁小3岁那也是4个孩子他本身是一个塞尔维亚一个澳洲裔的作家，也是基督教的布道家。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双手，他4肢就切断了，他得了一种叫做海豹肢症。海豹肢就是他没有双手双脚，可是呢，他没有完全形成好的4肢啊。可是呢，他也会打乒乓球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出生的时候呢，护士把他抱到他母亲的面前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拒绝看他，也不敢抱他。但是他跟他的丈夫他的爸爸妈妈最后接受了这个情况，他们的理解是，上帝对他们的孩子有他的计划。这个利克胡哲他有2个小而变形的脚最初他出生的时候，这个脚他就粘在一块，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手术，把这个脚把它做分开，所以让他的脚可以抓东西，至少还可以稍微做翻页啦，或者是说稍微还可以自己穿衣服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呢，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在被霸凌了。所以在那过程里面，他不断在被霸凌、嘲笑当中，利克胡哲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那利克胡哲呢，他因为这个曾经，他也因为被霸凌然后被这个嘲笑的过程，他也自杀过，可是他没有成功。最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10几岁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茁壮。17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向他展示了一篇有关于另外一个男生也是严重残肢的报道之后呢，他从此就开始立定志向，他要重新找回他做人应该要有的希望。所以呢，在尼克19岁的时候呢，他打电话给学校，他推销自己的演讲被拒绝了几次？53次，被拒绝了53次才成功。他只有获得一个5分钟的演讲机会，在那当中他就开始了世界的演讲了。这个利克胡哲21岁的时候，他毕业于这个格里菲斯大学，他获得了商业学术学位，他主修会计跟财务规划。牧师要问各位，人的自我形象，下一页。我不晓得你是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是自我放弃呢，还是你愿意珍惜每一个时刻，不断的去扩充你自己的能力、知识、眼界，还有生命产业。我觉得人的形象很重要，你要去看待你自己，怎么在看待你自己的形象。教会的文化形象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是安于现状，是老旧的、老化的、退步的，失去教会设立的目的，远离神，还是我们时常在祷告当中去聆听，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创新、改变，到底我们的生命怎么被蒙福，甚至我们要怎么样去感受到上帝美好的赐福。所以这是牧师每一年每一个时刻，只要我早上醒来，我就在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自己本身要怎么样为上帝的国度跟教会，上帝的心意能够行出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神的国度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自己，下一页，无论是教会团体，我们都需要知道，第一个，
你必须要认识你生命改变的什么好处是什么？你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了会有什么好处啊？会有什么好处？悔改罪得赦免的道理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除非你不悔改啊，你不会悔改，你也不会希望得到别人的怜悯或者是上帝的赦免。我告诉你，关系不会改变。我简单来说，如果你跟一个朋友产生冲突了，如果你也不会想要再重新跟他建立关系，那我要告诉你，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朋友作为你人际关系上多了那么一位朋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假如你跟一个人产生冲突了，这个人反正没关系啦，你不理我就算了，我也不想理你。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比较年轻的年轻朋友比较可能会有了。我记得我国中时候就有了。我每次只要跟人家打完架的时候，骂完这个不好听的话之后，我就说我插理反正我也不会想要理你。我跟你讲这种事情都会时常发生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牧师曾经讲过这个见证我国小的时候曾经嘲笑一个那个有先天脑性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我的同学，国小同班同学。然后我耻笑她，然后学她的样子，然后我也没有好好的去关心她，跟她建立关系，做好朋友。反正我就想说，反正6年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可是你知道吗？就在牧师回到台南牧会的第2间教会，就在那一间教会里面，我为了那一位姐妹，她得了癌症，祷告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她的女儿就是我小时候国小所嘲笑的那一个女孩子。你敢相信吗？所以我要告诉你，生命的改变很重要。你不要想说你跟一个人的朋友的关系，这种友谊关系不重要，反正我跟他产生冲突了，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是属上帝的，上帝会希望我们学习怜悯人。假设他得罪你，你学习赦免他，你不要跟他计较，你要有爱心去包容他，即使他做的有点错误也没关系，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好处是什么？你要去想，生命改变有些时候你会感觉是吃亏的，你会觉得我生命为什么要这样改？牧师他教我要包容人家，我真的很难，很难，是真的很难。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好处是真的有道理的。从我的经验上，第2件，你必须要收集生命调整的什么方法像今天牧师刚刚讲的那些方法，是不是？假如你现在你还不会很容易原谅一个人、怜悯一个人、包容、赦免一个人，你现在就开始学习，这个方法很好用。你只要去想看看，小都会对的你先学习，可能以后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我还是不要这样做好了。这是不是开始调整？开始调整甚至有些时候如果他生气了，没关系，那我去买杯饮料送给他。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来喝杯水，降火。这些话可不可以讲？可以啊，我很喜欢这样做。就算有些时候我得罪人家，我也会想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是讲了什么话，让你那么生气？这些话我敢讲可是我敢讲这些话，不是我原本就会的，是我以前是先从我透过先去买个饮料，然后就请你喝了，然后说怎么样？我就说嘛，我就说你错了，没有啦，就想说看你那么生气，降火嘛，是怎么了啦？你跟我讲一下嘛。我就是这样，所以那个经验，那个过程，我学习在分享里面，而且还透过祷告。你跟神求说，主帮助我，让我有智慧，让我成为跟这个人的关系冲突，成为我生命美好的见证。所以你要收集所以教会为什么牧师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做见证？我们要收集好的方法，生命健全改变的方法，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充满神的很多恩典。第3个，我们要如何我们的教会要成为遵守神的心意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努力传递蒙福生命的见证故事。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唯有我们让我们自己还有教会知道我们的生命蒙福的经历是什么，
我相信你的使命会越来越有，对不对？真的啊，牧师都这样讲了，他都可以经历到这个，我也想要来尝试看看。这个原本的使命你是不会有的啦，可是透过牧者给你激励，透过别人鼓励你去尝试看看，你会蒙福啊？会不会？你有没有被激励啊？激励去弹吉他啊？有没有？有吧？有没有被激励去弹更不一样的乐器？有吧？现在有没有使命？有啦，对不对？一开始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来哦，来跟我们一起站在这边来服侍，这个是参与敬拜团。我不要，我又不会，我什么都不会，因为那个使命感不会出来。唯有你的生命先经历那个蒙福的过程，啊，这个蒙福的过程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方法。你会先看到啊，对耶，看到牧师这个生命改变的好处哦，原来以前学过乐器，然后我还可以帮助调整我的方法，然后慢慢的最后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蒙福的，有没有？今天我也看到啊，中选也看到说，我们的敬拜好像少了这个贝斯音乐哈，你要准备想要拿起来弹的，对不对？那个冲动，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你感受到音乐的不同，就是需要这个乐器的加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这样的态度，这种冲动，不断的去为别人、为这个环境带来好处，就是如同耶稣所说的，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天国。所以遵行上帝心意的人，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几件问题：第一个，你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你有没有敏锐的察觉，到底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而且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再讲一次哦，我们祈求圣灵，到底为什么耶稣希望我们去领受圣灵？我们就是在学习愿意去顺服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听到底我该做些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聆听、去领受天国的福音的信徒，必须要生命去进入一个领受祝福的恩膏跟蒙福的实际生活了。我再讲一次哈，不是很好理解哦。我们说顺服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会敏锐的察觉到底我们会该说什么、做什么。可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去领受到一个使命，就是天国的福音，领受这个福音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有没有？有没有一个活在祝福、平安的里面？有没有？有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都还不认识牧师，不认识大桥教会，现在你到高中这个年龄，你再回想一下哦，3、4年前，如果你都没有接触教会哦，现在的你应该是很大的不一样。可能大概就可能跟你的同学，牧师之前有曾经跟你们谈过，你们可能跟你的同学一样，现在只是会读书，还有第二件事情，会玩而已。懂我意思吗？好，大致上就是这样，顶多就多接触一些外面，可能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而已，这是真实的。可是我觉得每一个进到上帝国度里面、天国领受天国福音的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正蒙福的，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生活是实际活在恩典当中的，这是真实的，需要去感受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约翰一书2章，我们一起来看哈。牧师刚刚讲的这些话，就是在这句话里面。约翰一书2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懂了吗？所以你们每一个只要领受真正福音的人，你们就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既然有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教会，不管是服侍神、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敞开。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牧师我们做了第一次的门徒训练课程，
我们的同工得到了很多我们当场的这些同工很好的肯定哦。牧师也觉得很安慰，因为我们开始把我们生命里面所领受的，试着去分享出去，这个就是教导。所以牧师很鼓励我们教会真的要多一点去传递这样子的福音，因为我们传递的福音不单单只是我们来服务人，教会去服务人那是应该的，而且那只是小事，虽然看似不是小事，很多复杂细节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都有办法透过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去解决，好，去做一些突破跟改变。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朋友，让我们都能够了解，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需要了解一间遵行神旨意心意的教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代表的是一群明白遵行上帝心意是蒙福、使命，是应有责任的信徒。我再讲一次。一间遵行上帝心意的教会，代表着是有一群明白遵行上帝心意是会蒙福的，而且遵行上帝心意是需要有使命的，而且知道遵行上帝心意是应有的责任。好，而且呢，这一群人一定会懂得，不管是一个想法，只要是有关这方面一个想法、一个问题，甚至需要改正的错误，一定都会感到热情。我非常喜欢苹果这个之前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史蒂夫·贾伯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必须对一个想法、一个问题或改正错误感到热情。若你一开始没有足够的热情，便无法坚持到底信仰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在认识真理、认识神的话，每一个礼拜来听牧师讲道，你会听到好像，牧师好像又在讲一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不理解的，我没有接触过的。可是当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或者是需要改正的错误的东西在你里头发酵的时候，你有没有热情啊？你有没有想要去改变啊？我觉得那就是史蒂夫·贾伯斯所说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热情，你没有办法坚持到底。所以为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同工长子团队里面也有人服侍，他认为说我已经做了几年了，我要退了，我要赶快退。实际上牧师真的不鼓励，因为其实有机会参与，我会觉得我以前的态度就认为，假如可以做的话，我会希望做到我见主面的时候，真的做到我离开世上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情况不是照我们所想的那样，可是我会期待自己可以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按照这个他所说的一句话，以此类推，下一段爱上帝爱人的想法，生命需要调整的问题，侍奉上帝感到无力需要改正的错误，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如果无法为此感到迫切渴望改变，下一个足够的热情，我要告诉你，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欣然面对我们的上帝，不是吗？所以很重要我们爱上帝爱人，想法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法，生命也会需要改变调整的问题，甚至要侍奉上帝一定会有很多的方法。好，所以记得下一次常来练习。好，我们一般如果敬拜开始，我们不能中途再上去，好，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相信你的热情是有的。好，要记得，我们如果没有那个热情，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好，所以牧师非常感谢神，让我在献身的道路上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愿意走这一条献身的道路。其实我的家人并不是一开始非常支持，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见证。可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每一个时刻上帝也透过我的服事，让我的家人跟着我一起做改变。所以我觉得很鼓励大家，我们要时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身边的朋友祷告所以牧师用最快的方式用2分钟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很重要的我们的教会的代祷卡。
第一个代祷卡，我们可以看上面有紧急、一般代祷卡。好，紧急跟一般代祷卡，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可公开的。好，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注明。好，所以什么是紧急的？譬如说你可能刚好发生车祸，或者是刚好你的家人朋友他临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车祸，需要手术，或者是需要疾病上的，你非常惶恐、非常害怕，赶快来到教会拿这一张代祷卡。你也可以先拿几份回去，好，放在你身边。然后你就可以随时有什么需要，你就可以开始写。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把它投到我们的教会1楼的代祷箱。然后里面呢，请正确的把该填写的把它填写清楚。那后面帮我做下一次，好，再下一段。我们有一个可以寄祷告信吗？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不会祷告，好，我要告诉你哦，这个代祷卡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用哦，你可以把这个代祷卡拿给你不认识这个基督教朋友，你可以给他哦。然后你有需要祷告吗？那么我这一张给你写，好，然后这边需要带祷告信吗？带这个祷告信就是这个意思，你填写可以，然后我们教会就会寄发一封祷告信，好，原则上这个牧师或者我会请同工，我们来写，好，来撰述，好，然后写上你的住址，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寄到你的家里，好，或者是你到教会来拿也可以。好，来下一页，这是代祷卡。另外一个，我们看上面是教会事工代祷事项，哈，所以我们有针对教会的，包含还有建堂的，好，教育的相关的，你都可以做详细的填写，哈。好，下一段。所以一样，你可以寄发祷告信，这个一定要做填写了，哈。来下一页。还有，如果你祷告应许了，祷告我们希不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希不希望？希望。如果没有呢？没关系，继续，请你继续祷告，好，继续填写也没关系。祷告应允卡就是说，假如应允了，期待你把它写下来。它有一个祷告应允的日子。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在祷告，我们不敢去讲应允的日子什么时候？我觉得这考验一个人的信心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有的话，你就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当你记下来，这一张卡会隐藏在我们教会，我们会保管好，放心，绝对不会外流。可是这个日子却会成为你重要的日子，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会帮你做记录，你把它写下来，好，然后呢，我们也会最下面的地方也有所谓可以公开或不公开，不可以公开的，就是单纯就是回应单，就单纯的回应单，也只有我们，因为毕竟教会有一群祷告的勇士哈。你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带来功效啊？对不对？如果有功效了，你告诉我们，我们会不会高兴？会，我们会更有盼望，更有力量，在祷告方面去经历神。好，所以祷告的日子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考核的啦。好，基督徒可以去做考核的工作哈。好，这个是牧师简单跟各位介绍的地方哈，也期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去遵照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的祷告文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重要的就是在传递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什么？我们的教会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我们时常在你面前用认罪悔改的心志向主你认罪悔改。我们要更多的明白，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跟不足，何尝不是神的怜悯跟帮助，我们才得以得着这份丰盛的恩典。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仅能够领受神你的看顾保守跟帮助，也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要领受这份美好的应许的开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应当要如何用正确的方法，用正确神的心意来走出神你所心意的样式。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的教会，建造一个属神所心意的生命，合神心意的生命。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也祝福每一位在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在6点半到7点半之间，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你平安。